哪有这啊？啊，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杨文斌，那应该做的嘛做啊，不应该做的嘛做啊，安尼叫做普通朋友。文姐，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迄不该做的？你看伊手甲你搞到这尔暗，迄上看着就知影恁两个人的关系无单纯啊！安尼你阁想要甲我骗？杰瑞啊，多谢你咯，若唔是你，我早就摔落去啊。你阿妈一寡迄传单啦，吼，明仔载我就摕来迄土地公庙遐，拜托大家斗相共。我相信大家做伙找哦，一定真紧就找到丁丁啊。陈瑞达，这个卑鄙的小人！你看你做啥？陈瑞达甲我找来的人全部拢开除啊！因拢是我的朋友，我即摆是要哪交代？阮有干代志，轮袂着你这外人讲话。这是外人，又在不是外人啦！我丢啦，无你一块子孙来，你干嘛？好啦，那安尼我就做互你看，向你证明啊，我对这个人的态度啦。雨欣，雨欣。喂，做，给我报鬼！报鬼！给我报鬼啊！